来关心消防的消息，用家厝一定要正细致。新北市淡水有一间人家厝，昨昏呢，火烧厝，消防人员呢赶紧将火拍花，这个男厝主嘛预防性送医加载，无啥要紧。是讲这个消防人员调查发现讲，导火原因是厝主咧煮物件的时，伊看到火伤细，人讲安尼可能无加速啊，就想要换加速桶，结果一个无细致，提出讲灶骹导火烧起来。 加速路边啊，规台纸箱啊，搁咧导火，毋过现场是6层楼的公寓楼顶坎挂，布水线速度伤慢，冲上来见烧，规气用楼顶的水真紧度甲火拍花。 风烧到乌起的高速路，就是导火点，顶悬阁有鼎和夹啊。今日透早9点外，住户想要煮物件，毋过甲高速路拍开，反火伤细，认为是驾驶伫要用了，想要家己换备用驾驶，想要到光线拢还袂接起哩，就甲驾驶桶的开关拍开，加上边啊拢是物件，就开始导火。加在见烧真紧就到场，住户嘛无着伤。用这个肥皂水。 那擦拭这个像那个连接处，那确认没有漏气以后，再打开瓦斯再来使用。因为换加速造成起爆或者是导火案件定定发生，上局提醒民众要使用合格加速器具和钢管啊，而且要检查敢有检验卡，而且敢有过期。用了的加速管啊，买甲开关关起来，就连讲买定定检查，会当家己做气泡水来看光线敢有破气。不管是开关或者是就连讲，买注意敢有冷气或者是 派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